最中意係邊一位啊？嚟聽下。不如咁啦，叫佢哋出嚟嗌好嘛？出嘅唔該。係啊！好啦，見到7位喺度咧，即係話咧，我哋由7去3呢個咁可怕嘅時刻終於到咗啦。咁啊，嚟咯喎，先揭曉快歌嘅分數，一齊睇睇。鄭嘉欣93分，蔡敏哲93分，尹景純94分，吳亦凡93分，許雲妮93分，劉聖賢93分，許定晴93分，即係話快歌 MVP 係邊個？尹景純，恭喜晒！咁加埋啊網上投票啊啲分數，最高票數咧，第一、第二名有100分，第3、第4名有99分。5至7名有98分，冧晒啦！鄭嘉欣193分，蔡敏哲192分，尹景純194分，許文妮192分，劉聖賢191分，許定晴191分。我哋望一望，即係話咧，我心都計到啦。邊個哇？邊個係得咗100分㗎？得咗100分嗰個咪就係最高嘅觀眾投票咯。尹景純。不如依家我哋先頒發2個獎項，我哋有請毛啟賢先生幫我哋頒發呢個快歌 MVP， 恭喜景純！嗱，由今日開始啦，景純可以咧去嗰個唱跳路線嗰度啦。多謝毛老師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亦都順便頒發埋呢個觀眾最愛好聲音大獎，又係你啊，尹景純。我哋有請無線集團有限公司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曾志偉先生，以及保濟元和首席營運官陳景賢先生為我哋頒獎。觀眾最愛好聲音咧，會得到2萬元獎品嘅。哇！嚟到呢度，阿景純都已經好豐收咯喎。其實佢頭先嗰個快歌 MVP 都會得到 return 送出嗰個關節印記回放3萬蚊現金獎同埋2萬蚊獎品嘅。恭喜晒景純 ，thank you。唔該晒曾生 ，thank you， 多謝多謝。好啦，至於入3強啦喎，冧埋啲萬多啲分落去咯。鄭嘉欣283分，蔡敏哲283分，尹景純283分，許文妮285分，劉聖賢282分，許定晴131分。大家問到啊，尹景純首名出線，許文妮次名出線，第3名鄭嘉欣、吳亦偉、蔡文哲都係283分。點解？鄭嘉欣嗰個有黃燈啊，因為佢喺觀眾投票嗰度係最高分，所以尹景純、許文妮、鄭嘉欣，恭喜你哋！我哋好，可唔可以咧俾大力嘅掌聲？其實佢哋全部都好優秀。
，thank you，你哋可以落去為佢打氣，好冇？多謝。轉頭翻嚟，呢三位選手將會帶嚟佢哋嘅必殺光，亦都會有網上投票，誰是冠軍？佢哋出場序係會由呢一個回合低至高順序出場，邊個可以得分，邊個可以奪冠？千祈唔可以走開！